大家拢听过一句话：3月小妈祖。逐年若妈祖生一个到，四界拢有妈祖绕境的活动。是讲平平拢是绕境，点伫咧高雄中云渔港这带凤云宫，是甲妈祖步车入去海面的。沿较早打到下湖的路线来出发，经过早当时的遥港内海，把车驶入去到台江内海安平来回乡。凤云宫的妈祖步4年才出巡一摆，来到这天，大家拢是欢欢喜喜来求妈祖步保庇，风调雨顺，行行顺遂。这呢是高雄的灵门区，看到这么侪船，就是今年要准备来妈祖出巡。这4年一考的妈祖出巡呢，大概拢是足盛大的。上特别的是会有一只先锋船来做头，来带规个船队为这凤云宫这出发，到一路护送妈祖到台南的安平去回乡。上特别的是这个先锋船是爱跋杯的哦。咱就来看卖是啥物人这么有福气，会当跋到今仔日的先锋船。陈长，你好，我是姚云啊。对。恭喜哦！今年的先锋船。有。今摆要出发，干嘛喏？大家嘛拢真欢喜啊。是这敢你第一摆跋到？有，我第一摆跋到。这届第9届嘛，拄我30几年嘛。30几年，30几年你拢参加啊？有啊。你这跋到这应该是足困难的吼。有。这介在妈祖要有像的啦。今年要对妈祖步出巡的渔船有26只，拢是跋尾竞出来。人讲去互妈祖步竞着渔船，今年拢会大丰收哦。伫咧海面绕境的渔船，大省是水仙尊王提头，在妈祖步的渔船排伫咧上后尾。等待妈祖步的神轿一来到船顶了后，所有的船只就会同齐起行。即马是透早要6点啊，等下要上船，要来对伫妈祖后壁出发去台南安平。即嘛是我第一届参加海上的绕境，足期待，希望会当分到一寡妈祖的福气。咱这个海上回乡4年才办一考，非常的罕见啦吼。咱正要坐台湾人伫海面上咱对着妈祖。咱凤云宫海神马的脚步，咱对于这船只伊伫咱头前，咱正要对于来去台南安平，来做这个回乡的动作。咱连续70几年的时间开始，大家正式是第9届啊。他拄仔听你的广播讲，哇，即摆已經第9届，4年一屆，毋就30幾年。档，但是呢，这座水路。咱以历史上有记载，咱是差不多伫清朝尾的时阵，咱就开始有这个回乡的动作。一直到这事实上讲起来是已经是100几档啊。早期就是咱的渔民，因为对咱高雄甲安平这段就是阮的经济海域。你海面上的物件，风影啦，也是一寡咱看无的，咱唔知。人讲敢引人山顶一只猪，唔敢引人海底一尾鱼。意思就是讲，你这茫茫大海足侪的物件，是你是看无到，所以伊伫这种情形之下，伊必须爱寄托生命对伊的保庇，因为较早出去真正无像真的，对，无像真的科技遮发达，所以因为伊的精神寄托就是生命。咱掠鱼较早，你若拄着咱着船仔运气较无好，着掠无鱼啊，要安怎？海巡就来到庙会请示，着甲妈祖的金身请起来船顶，发觉。有船啊试过了，讲奇怪，我这只船是安怎驶过了？载妈祖的金身来过了，我等于竟然会满载，唔是掠足济尔，是满载载甲，阮定定讲的是大只看你外口载10万斤都有，大概你满载甲10万斤。因为每一摆绕境，互来的民众拢会当找到一种心灵的瓦靠，所以海上妈祖的出巡规模，逐年是愈来愈大。
要出巡进前的1个月，证人就会开始装他伊的渔船，王讲用上界虔诚的心意来陪妈祖婆行这段路。我看到这个船要出巡的这个海巡的装备拢装啊足齐全的，有笛啊啦，嘛有娘线啦，还佫有 LED 灯啊，这个装备有啥物特别意义？当然有哦，这毋是黑白装备的啊。你像头前咱这支扫帚是要创啊？你注意看，这支扫帚绝对是咱的船头的上头第一支。这支扫帚就是海面上若是一寡无清气的物件，伊好比就一支扫帚共款，伊会甲这神明对，咱这个神明要出巡，行到这时阵，伊甲头前这无清气的扫位边的，来绑这块布啊，要甲这海面这个无形的讲，咱洪江海巡嘛，今仔日要经过这条海路来海巡。就是好比就是这样风雨免调，恁下当唔免甲我调摆，恁退下，互我赶紧来去台南完成我的工作。迄个2支满载旗是安怎爱满载旗呢？这是一个象征的意义，要互大家逐只船，今仔日来帮我海巡嘛完成这个圣事了，我要有恁逐只船出去，会当咱逐工就满载。行过80公里的海路，咱对着妈祖婆来到安平港。这个历史已经100多年的回乡，也是传承咱台湾移民社会的礼数，甲感谢。后面神回来了，他处理了。妈祖的桥来到安平港落船了后，会先对灵济殿去回乡。早前中原渔港的渔民若来到安平遮掠鱼，船就会去歇伫咧灵济殿头前的码头。证人嘛会伫咧庙埕歇困，兼卖鱼。所以毋才会甲灵济殿遮为较早到即马关系拢诚好。两间庙的感情代代相传，100年来拢无改变，嘛表现出台湾人互相体贴、嘛足孝敬的文化。我看你互跑啊大咖，你拢袂听哦。你无看专业的你啊？是啊。哦，阮都会走啦，走啦，这车大咖你拢袂听。没听啊？为啥？你神灵护体。无啦，系啦，哪会听？好也叫我来啊！哎呀，好也叫我来。妈祖咧出巡拢嘛是好爷的桥班冲甲上头前来替妈祖婆开路。你莫看因规个面去互炮啊呛甲安尼满面乌糟糟，这其实是一种真大的供应。是讲哪会遮奇怪？我看妈祖婆的桥班，哪会拢是查某囡仔？班长你好。你好。我是姚静，你好，你好。今仔日头足大的。啊，足热啊。我看恁大部分的桥班拢是查某囡仔。对啊，我查囡仔。为什么安尼？因为较早查甫的会咧光的当中拢会，因为有拢会走到时间到较过来，查某都唔敢走。但是光桥是足粗重的工课呢，恁拢袂忝哦？应该是袂啦，大家光甲足甘心的啊。阮的妈祖都有保庇啊。我看这桥，哇，规只足大只。阮迄是因太太光桥，因先生抱桥，拢是安尼，遐拢是一对，嘿，对一对。阮若嫁一个查囡仔嫁出，就是嫁一个查甫，回来甲阮斗做。安尼真好。对。你光到即摆会光几年啊？我已经光5届啊，5届。不是20年啊？嘿。哦，20年光。李主伊甲我讲光桥第一要紧的，就是骹步爱对，你若踏唔对就会和别人相弄。毋则桥班拢会固定训练3进3退节奏。我嘛听人讲过有福气的人才有通替妈祖婆光桥。李主伊嘛甲我讲，来啦，伊要甲伊的福气相分互我。马紧来，过来，扛一下。走一走。做当的。不会啦。有啥物美感？你讲。往前走。等一下。来退后。就好了喂。上面后。你要调。左右。
好。轿子才会漂亮。好，我带你行。人家进庙了哈。好。哦，我今嘛责任重大。啊，从台换我已经人要来接啦。可以。哦，这里哦。好。好来，后壁人叫后壁人，加减仔来5一个。我感觉光这个桥吼，其实是足认真的。你看，因行无几个步就换人，就讲惊人忝。啊，这个桥一定爱稳，一定爱栽。啊，互妈祖豆豆入去这个庙内底。做一个台湾人，虽然不时咧听到人咧讲妈祖绕境，但是应该是无几个人有机会会当替妈祖婆扛着桥。我头一摆扛桥虽然讲敢若短短一个尔，但是我甲桥扛起来的时阵，若感觉到规个桥外重，嘛感受到妈祖婆的保庇，经过这顶桥，传来到我的身躯顶。这届呢是我第一摆参加绕境，嘛足幸运的，因为听讲这是全台湾唯一一个海上的妈祖出巡。拄则呢嘛足荣幸的，因为有班长的关系，会当来做伙来扛桥。其实讲吼，这个桥无讲介重，但是上困难的是你的骹步甲边仔的人爱搭把，就是讲你的骹步爱共款，这个桥才会载。恁呢这个骹步若载吼，妈祖的桥就会载。所以讲。感觉真好啦！今仔日一天我感觉是讲一个人会相信一件代志的时阵，其实是足孤单的。但是若一群人做伙来相信一件代志的时阵，迄件代志就会足有力量的。所以讲，我感觉，不管你心内若是拄到什么困难，还是讲生活顶悬有什么问题，来行一抓，你就会找到心内答案。这摆有机会会当参加妈祖的绕境。虽然讲才短短2天尔，但是我的心肝头也充满力量。我嘛暗中下一个愿，望讲4冬了后会当搁再来。